还是被带到，但是有林敬凯这个时候飞了出来拯救球队。两坏，这个球出手打上了3垒方向，被拦了下来。吴东荣对角传向1垒，2出局。哇，这个球真的守得好啊！对，吴东荣虽然上一次有发生失误，但这个球确实是守得蛮关键的。不过今天这场比赛，这确实告诉大家，棒球比赛要得分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只会稍微比较有风面。哇，这一球难道王威成转身传向1垒，漂亮的一个守备。3人出局也结束了在1局上半，在乐天桃园的进攻，不过靠着廖健富的2分炮，目前是2-0领先。来到了第3局的投球，首先碰到是董秉轩的打击，结果这个球范国成哇，厉害厉害！这球是跟他今天已经处理了2球了哦。这种我跟生辅在攻守交换的时候讲哦，他在他的一个右手边反手位置，不管是滚地球或这样子哦，这球还带跳跃能力，厉害哦。范国成第一个球就出手，打向了游击防区，张振宇起身之后要传向2垒，结果是来得及抓到了第3个出局数。这个半局2次有在游击防区的球，其实并不是这么好处理的，但是张振宇有惊无险，把出局数都给拿到手。这一球3垒方向，结果3垒手梁家荣直接接近手套。3人出局也结束了这个半局，中信兄弟的进攻。所以现在5局打完之后，场上5-2，还是中信3分领先。王威忠也是连续解决了富邦的8位选手哦。垒上跑者再度发动哦，这一次蒋尚豪的传球，一个弹跳踩进手套，结果欧雷神认为说是离垒了。对，好像第一时间感觉上右手好像没有摸到垒包，左手过来补的时候好像没有，手套是先拉在垒包前面对，等。不过刚刚的镜头其实还不足以让我们完全的判断说到底是有没有办法形成出局，但无论如何，这一次的挑战也是以失败收场。很有技巧性的把球带到了游击方向，林祖杰接到之后再传向1垒 ，out。哇，炸组的手背啊，就是 S 等级的，不是 A plus， 是 S 等级的。他也是靠着手背稳稳的站住了狮队游击先发的位置。再看一次这个球，硬生生的把他给拦了下来。对。第一球就出手，这一球在右外野方向也是很深远的位置，来到了警戒区，跳起来，陈子豪的美技接杀，哇 ，What a catch，nice play， 跳的时间点配合的刚刚好。今天范国成好像右半边都打得这么深远，超远。一打这次陈子豪的手背美技真的太精彩了。牛洋基小联盟的体系的球员，这棒被带到右半边方向，但是王正堂5星级的美技接杀出局，这个接杀相当关键，帮助江少庆省了1分，双方还是1分差距。还是被带到，但是有林敬凯这个时候飞了出来拯救球队。这场比赛还有美技在8局上半帮助吴成玉挡下了1分。